这有手机没电了，就看这边自己了。啊。那边那个手机比较差个的，是不是这儿有一个？曲曲就在这里。这儿啊，哦，哦，那有个手机，那我看这边自己了。啊，曲曲今天人气好高啊。啊，1000多吗？2000多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可以。他之前是1000多，现在2000多。破天荒，这么多都不用挑，自己检测出来了。现在去这儿直播的人再会有几千人，他真的没想过会这么多人。刚刚是1000多，现在2、3千了。
第二个啊，杨澜是在后面那个确诊的后面就是杨澜。他们还不怎么会跳，这个新的搞忘问名字了，名字都搞忘问了。这个叫啥名字？跳了几次了？这个应该拥挤在最前面领舞，但好多都不会。7秒钟可以了，没有2秒钟就可以。老了嘛，上年纪了嘛，正常。7秒钟觉得可以了。后面好。催眠剂，后面要动作快一点。叫啥名字哦？你知道这个名字吧？这个叫啥名字啊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。头一次跳这个舞。这个拥挤跳几次啊？那个？没问题。你不是知道吧？你要凌晨啊？你不是知道凌晨吗？你12点。我的话2点半。他哪个不要下线？你是帮助到他。家人们不要下线，我们1点半才下播。对。等一下还要播杆子，不知道杆子在不在啊？在的话，我们这是杆子。下杆子3千了。手机在忙。不呀，不呀，我的天啊！一个比一个高啊！
比我高啊！你看，我牙最高的，然后有那也比较高，后面这差不多1.7米，是不是？他1.8米，这个。啊，1.8呀，没有，将近1.8米，差个0点几，差个几公分。这把也比较高。